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和议长屈丽丽，一个做投手，一个做拍手，替全国媒体杯慢速垒球邀请赛来开球。体育局嘛大新准备球棒，送予每一支球队，勉励球员拼出好成绩。等3天去办这届比赛，感谢其他5队吼，拢来迄落。啊，这届真足烦恼啦，本来落雨了，敢想袂到天公伯安尼斗3天，互阮有一个好天气，当大家好啊拍球，嘿，非常感谢，尤其感谢市政府、个体育局吼，市议会，遮大家会长官的帮忙，才会当互这届比赛顺利来进行。经过2冬外筹备，再度由台南做地主队，邀请台北、台中、南投、高雄、屏东公司6支垒球队来参赛，唔但促进全国媒体工作者体育交流，同时推广全民慢速垒球运动。这一次邀请了我们来自全国的媒体，那进行的这个棒球赛呢，还是一个属于有比赛规定的哈，就是说照着我们其他的这个棒球比赛的规定来做的哈，所以非常的齐全，然后也非常的有挑战性。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台南，然后也趁着我们台南400这个最重要的一年能够在台南享受除了棒球的交易之外，也可以在台南各地观光旅游。比赛结果由台南队以5连胜的成绩摕下冠军，亚军和季军分别是台北、台中，冠军是南投。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。